今日終於到考試嗰一日啦，啦啦同希希喺度討論緊邊個考試成績高分啲。各位同學早晨，老師早晨。我哋而家會派卷請你哋出嚟。最高分係啦啦，唔該老師，唔該老師。點解我得咁低分，你可以咁高分嘅？咁就等我話俾你聽啦。原來啦啦一收到考試範圍嘅時候就開始溫習，佢仲自己整咗個溫習時間表添。我今日就溫中文，而聽日就溫英文啦。好攰啊！咁不如等我聽下音樂、瞓下覺，同埋睇書，等我休息下，放鬆下心情先。而希希呢，就派咗評估範圍，仲未開始溫書，做功課就睇下 iPad。想溫書嘅時候就坐喺度發呆，坐咗半日都仲未開始溫書。一時仲有人有三急添。好急啊！好急啊！輪到終於坐定定溫書嘅時候，又覺得好肚餓，於是就去食零食啦。我要溫書啦。有啲肚餓啊，我食啲零食先。最弊嘅係佢溫下書就瞓着咗。你認識包公嗎？很多人都聽過他的故事，相信你啊，不例外。到咗考試嗰一日啦，希希果然嗰晚捱夜溫書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科學、人文，好多嘢要溫啊！我個腦要爆炸啦！考試嗰一日，我呢題唔識做，嗰題唔識做，我成份卷得10題識做咋，點算啊？希希，唔該你安靜。搞盡腦汁，但係腦裏面一片空白，時間過得好快，考試嘅時間又結束啦。希希明白到唔溫書，考試成績會唔理想，最終會自食其果㗎。所以大家要努力讀書，唔好臨急抱佛腳啊！最後祝各位同學考試順利，加油！